下面第四个，我刚才说什么？第四个，就弥勒由亲而发愿啊，就下面是弥勒由亲而发愿，悉除一切恶道苦，等于一切群生乐，如是尽于刹尘界，十方利益恒无尽。那么这个发愿文呢，就是我们要这个发愿，就是利，就是天下无边的一切众生，也就是说，就是从这个自身发光也好，或者说自己这个用自他交换的这种方式来遣除这个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个恶趣的通过，然后以恶趣为主的这些众生呢，就是都得到了就是同等的这个安乐啊，就是都同等的安乐。但这种时间呢，就是并不是很暂短的，就是乃至这个就是进那个无数的这个界啊，就是刹尘界当中啊，就这个时间也是很这个就是非常这个漫长的，而且这个范围的话呢，就是不仅仅是眼前的极个别众生，乃至这个所有十方的这些众生，而且所有这些十方的众生呢，都得到了真正的这个以佛法来就是饶益他们的真实的这个利益啊，就恒时是无量无边的，以三乘佛法来就是利益就是无穷尽的。所以我们这个发愿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经常发愿的时候呢，就是愿力这个众生呢，就是愿这个众生呢，就是获得快乐，愿力就是通一切这个痛苦和痛苦的因就我们平时这个发这样这个事无量心的时候，也是在就经常这个念诵就是那么我们这个地藏王菩萨也是这个地有不空，誓不成佛，就是其实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呢，一定要就是安置于无上圆满的这个真等觉的果位就是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遣除他们所有的地狱、旁生、恶鬼，就是三恶道为主的一切这个众生的这个痛苦，好像大宝积经里面讲的吧，就是为利益众生诸无边界海，宁其得调伏大悲信如是。好像是这个为了就是利益这些众生就是的话呢就是说这个无边就住无边界的在这个事件当中就事件当中，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大悲心的力量，如果有了大悲心的话呢，就是住在这个轮回当中无边无量的这个界当中也是可以的。如果没有大悲心的话呢？确实，我经常向我们这里很多人发心发心为什么有些人呢，就是特别特别长久就是特别长久。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他们是有了这个大悲心的。如果没有大悲心的话呢，就是难利益众生呢，不是那么这个容易就没有不是那么这个容易。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就是这个发心就是很成功的。就包括我们现在佛教团体当中的，就是10年、8年、20年的是都这个常年如一日，如不动的就如不动。有些人呢，就是2、3天以后呢，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可以，我要去发心了，我要去利益众生喽。就利益众生刚开始的你很有这种3分热气就是很不错的，利益众生喽，就很不错的。但是实际上过一段时间有发心退喽，这是没有这个大悲心的原因如果有大悲心的话呢，就是你在这个事件当中，就是受到别人的这个歧视也好，或者是自己的这个生活呢，就是各方面的一些痛苦就是都不会这个在乎的就前一段时间我跟个别的这个发心人员说了，就是他们暂时就是不能就是听课，就是住在一个城市里面，就是有些说是很痛苦，怎么办呢？我说你如果真正是利益众生的大悲心很强的话，那恐怕是不会就是在乎的，就是你再想一想，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光转就是佛陀在这个因地的时候，为了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种下就是一点这个善根的话呢，住多少劫的是不会升起厌倦之心那这种发心的是我们现在凡夫人来讲，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但至少也是我们明发现，就是对很多众生有真实的这个利益的话呢。应该说是就是这个工作的话呢，就是觉得是自己是在千百万劫当中是非常这个难得的
可是有些人呢，就觉得这是一种这个压力，这是一种这个束缚啊，这是一种不巧，就是觉得是我发现错了，没有想到是原来是我的这个发现部门是这么多的众生啊，那好痛苦啊！就我原来像是我可能选错了，就今年是我最不成功的，有那么多众生。其实，真的，我们这个发心的这种力量，怎么说啊？就是大悲心的力量很强。你如果一个特别强烈的这种大悲心的话呢，那么住在这个实践当中也好，度化众生也好，为众生做事情呢，就是不会生起厌烦心的。作为菩萨的话呢，为自己做事情，或者为自己做事情，哪怕是甚至那个。就获得这个解脱的一些因缘的话，那就是菩萨是这个不愿意的，就是他就看着这个火糠一样的。你们学过《金庄严论》吧？就《金庄严论》里面就是处处都是有很多菩萨呢，就是为自利呢，就是如此的这个惭愧；而菩萨呢，就是为利他呢，就是如实的这种这个就是欢喜就欢喜。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发愿呢，就是生生世世当中。千百万劫当中，我要就是利益这个释放所有的一切众生。当然，我们现在呢就是没有这个能力，但我现在这样发愿呢，我这样发愿的话呢，以前这个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这个发愿。那现在这个获得了就是他们的这种这个果位一合的话呢，你们想想就是有多少个这个众生呢，就是获得真实的这个利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下面有多少个这个众生就是获得这个解脱，就是遣除这个烦恼的。那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作为一些这个也许是可能有些凡夫人，但是真正是得到了这个资粮道，或者说是有些境界的话呢，我也在经常想比如说我们真的极个别的这个法师的话呢，现在表面上看的是他是一个法师，但是呢，他的这种佛法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这个众生来这个接受，这是我们眼睛看到的，人类是这样的话呢，眼睛看不到的，还有一些非人和这个其他这个众生的话呢，也是这个属于的是肯定是无量无边的就这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说呢，我想我们这个发愿呢，就是千万不要这个搞错就是现在很多人这个发愿，尤其是一些现在的这个佛教徒的话呢，发愿都是为这个家庭而发愿的，甚至有些出家人这个发愿的时候呢，也是我自己得到解脱，我自己一个往生极乐世界听说极乐世界好安逸哦，极乐世界都是可能也许安逸，但是呢，极乐世界也并不是天天的是你到了那里就是像这个吃喝玩乐当中，就是我想是极乐世界的这个菩萨呢，就是应该很忙的，就是不是我们这个如果没有利他的菩提心的话呢，就是极乐世界这个工作呢，就是不一定很舒服就是每一个菩萨都是利他心的，就是如果一个自私自利的心，天天都是像猪八戒一样吃吃喝喝，那这样的话，可能极乐世界不知道就是这个生活习不习惯了。